第五个呢，就是消除这个瘟疫啊，就是疾病而赞叹，就是消除瘟疫疾病而赞叹。丁尼消夷，圣度母，日月双目，光显明，松尔哈ra达，哈ra。德达日松尔哈ra德达日，消除巨蟒瘟疫病。那么这个叫做是，也叫做是南若度母，就是阿南若的，就是南若度母，也有这种说法。还有呢，叫什么？就是消除这个瘟疫啊，就是消除各种瘟疫的这个圣度母。那么它呢，实际上这个深色是应该是这个红黄色吧，就是深色红黄色对，然后这个乌婆罗花上面呢，就是有这个宝切啊，就是宝切，就是那么宝切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无私的这种甘露，这种甘露呢，就是就是洒进就是很多就甘肃这个疾病的这些众生的这个身体，然后呢，就是牵出他们的这个瘟疫当啊，就瘟疫当，而且这个度母呢，就是它的这个双目啊，就是太阳啊，就相当于是这个太阳和月亮那样的这个光芒，然后呢，就是牵出众生的这个心理相续当中的各种这个痛苦和疾病啊，就是疾病，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颂就是二个这个哈拉。啊，就是送两个哈拉和还有这个德达热啊，就是送这个杜牧的这个信主，送这个哈拉和德达热的这个信主。那么通过这种信主的话呢，一切的这个瘟疫都可以迁除啊。就是那么这个咒语的话呢，我们达里德达里，南无哈拉赫拉吽哈拉苏哈，南无南无。对，我们大力的大力就是这个是前面我们大力的大力就这个是一样的。然后呢说南无哈拉赫拉吽啊，就哈拉赫拉吽，哈拉苏哈啊，就是南无哈拉赫拉吽，哈拉苏哈啊，就是那么这里的大力也有，就是两个哈拉，就是两个哈拉也有，所以呢就是南无哈拉赫拉吽，哈拉苏哈，就是通过这种咒语的话呢，实践当中的一切这个瘟疫啊、疾病啊，就是包括一些什么这个麻风病啊，就是现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经常也是比较可怕的，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癌症啊，还有那个艾滋病啊，就是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病呢，就是通过这个这个杜牧的这个加持呢，就是也可以迅速啊，就是会这个迁出的啊。以前西藏我们藏地呢，就是也是有这样比较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啊，就是说是有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出现就是瘟疫啊，然后当地的人们呢，就是几乎都就是已经灭绝了啊，就是几乎灭绝了。后来呢，就是他们想了一些办法，就是实在找不到一个生存之路然后附近的这个山上呢，就是有一个修行人，就是闭关多年，然后去那个请求他，他通过呢就是大卦和通过他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观察要求大家就是到处都挂这个杜牧的这个旌旗啊，就是挂杜牧的这个旌旗。所以在藏地呢，就是不仅是有杜牧的旌旗，还有这个观音菩萨、金刚萨埵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旌旗。然后就是人们呢，就是按照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说法呢，就是大家就是一边就是念这个杜牧的这个赞颂文和经文，还有呢就是到处这个树上啊，就是到处都就是挂这个杜牧的这个旌旗啊，就是杜牧的旌旗。然后后来呢，就是奉这个吹到这个旌旗的这个奉所借助的当地的这个人们呢，就是从此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些瘟疫呢，就是全部这个迁除啊，就是全部迁除就再没有这个发生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出现一些这个瘟疫啊，就是出现一些非常严重的这种传染病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要看这个现在的这个医疗啊，就是有些修行人呢就我生病了以后就是一直等死，就对中医也不相信，对藏医也不相信，对西医也不相信。其实不相信呢，就是不是很好的，就是应该是对医药的不可思议的这种能力呢，就是我想就是也要这个信。为什么我们上师心地里面就是应用就是是诸佛菩萨的身边也不可思议的，然后药的力量也不可思议的，还有这个咒语的能力也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几个不可思议的原因也在
这里啊，原因也在这里。所以我们医药呢，就是有它的就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功能。还有呢，咒语的话呢，就是包括这杜牧行咒也好，就是杜牧21赞颂也好，它也有它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功用啊，就是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呢，非专业人员呢就是不知道。比如说从来没有学过医的人呢，然后呢你就觉得是这个中药很奇怪，就是好几个草就是对在一起呢，怎么会治病呢？就从来不懂这个医的人呢，就是会可能这样这个想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这个蚊子呢，就是蚊子上啊，就是这几个蚊子为什么是有这么力量啊？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老师，就是他说为什么就转进来这样转有功德啊？就是然后后来我给他也讲了一些，就是因为确实他内心当中呢有一些邪见呢，就是因为他也不懂，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咒语的作用啊，还有一些这个法尔尼的这个道理啊，很多道理都是不懂的。但是这一点呢，可能通过就是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才懂得啊。我从来都是没有接触过任何的这个药方的话，那就是让我一下子就是让结束啊。就我经常有时候看到这个就中医的时候呢，就是很奇妙的。那就我课堂上也是经常说了，就是一般中医看病的时候呢，就是也比较简单，就是他非要就是看看就是舌头，我看，你眼睛，对，好，你回去了，就是我开个中药，就很简单的。但实际上他有他的窍诀，就是有窍诀的话，不懂窍诀的人像我这样说这个中医不合理的话，那就是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对佛教的这个非专业人啊，非专业人呢，就是觉得我们佛教里面只是怎么回事？山上有挂的这个经气啊，书里拿的这个念珠啊，就是专经人啊，还念经啊，这些都是不是一种多余的事？这就是我们一种环境在这个唯物论的这个生活当中啊，就这样的这个生活当中产生这样的恶念是这个情有可原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动到了真正的它的真实意义的价值啊，就像我们大黄王这个光明藏论里面后来专门讲那个灯池的这个功德和这个价值啊，注意的功德和价值啊，就是这些一讲了以后呢，是明白的，不但是明白，而且呢没有任何就是证据来就是破扯，就是让这个破扯就是他的观点。所以呢，我们眼睛就是看不到的好多的神秘的东西啊，就是我们这个接触的时候呢，根本摸不到的，就是很多的力量啊，就这种力量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所以说，更何况说是我们这个心里呢，就是还没有完全就是领悟到的，就是法的这个深深的一些意义啊，就是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我们现在佛教徒呢，就是一定要通过这个系统的去这个学习啊，一方面就是迁除自己的这种怀疑啊、邪见啊，这些有必要的。另一方面呢，当我们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是，有些是故意就是给你刁难的，有些是确实不懂，就是无名这个愚痴所缚啊，就有种种情况。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徒都是并不能就是茫然不答啊，就是就全是点头啊，或者是说我忙了，我不行了，我今天有事啊，就不给你回答。那这种结构是在移民当中，这是一种相似这个辩论啊，就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应该要跟这个相关的人呢，就是经常要有一些佛法的正面解释，是极为重要。